台南市新老病院甲仁爱病院原本分属无同的层级、无同的病院，但为了顾到无同层面的民众健康的需求，3号上午两间病院分别由院院长刘启举甲许宗胜签下设立合作协议。咱是只爱来做一项代志，咱点样和家己还是同的用个上好啊？咱来做一寡，互人感觉讲伊会感动的心来甲咱做伙。这是我今仔讲的。到这里看到仁爱医院，其实跟新罗医院很像，因为我们就是用基督的精神来服务我们的病人。所以仁爱医院跟新罗医院其实有一个很接近的一个，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核心价值观，就是由爱当出发点，我们爱照顾我们的病人，我们一定要有行动，有爱靠嘴巴没有用，行动脚要走出来，像我们议会的同仁一样，你要走出民间，把爱带给，要做一些感动的事。那么新罗医院的 SL 精神也是如此，我们照顾我们的病人，最主要是爱，用爱出发点，让我们病人得到健康，得到盼望，那才是我们要的。那跟仁爱医院不是一样吗？台南新老病院自玛雅阁设立看西街的医馆，到目前158栋，经过民国74年重建，其实甲仁爱病院民国75年设立的时间相同，而且两间拢同款连接着基督，并且奉行医疗团队的使命，双方的策略合作，保留独立的法人个体，互相无属对方，希望透过沟通、协调甲管理，形成一致性的方向甲目标，推动各项的医疗甲行政的作业，会用发挥医疗专业甲病院管理的效能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